大家好，歡迎到堪記士多。最近又有新嘅食肆登陸 Nottingham 啦。今次仲係由一個香港人經過日本深造園之後嚟到英國開嘅連鎖日式拉麵店。究竟佢啲拉麵味道如何呢？今集我就同大家一齊去試下。睇片之前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撳埋個鐘掣，仲要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好 ，Let's go！今次新開張嘅食肆就係 Maki and Ramen， 佢位於諾定咸嘅市中心 King Street， 亦都係巴士總站24、25、26、27同埋44號嘅巴士站旁邊。首先我講少少故事先，呢個品牌係由一位香港人去完日本深造廚藝之後，喺2015年所創立嘅。第一間鋪就喺 Scotland 嘅 Edinburgh， 隨後就喺唔同嘅城市陸續咁樣開分店，而今次終於嚟到 Nottingham 啦。基於創辦人嘅背景，我都有啲期待佢嘅拉麵究竟會唔會食到一啲香港人中意食嘅日本拉麵口味呢？門口嘅招牌非常之簡約，黑底白字。餐廳入邊嘅裝修就走向呢個簡潔同埋 modern， 有少少日本街頭嘅風味。最吸引就係佢天花板上邊入口至到去廚房位嗰一條日本龍嘅燈飾。而喺 reception corner 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日本鼓，每逢有客人嚟嘅時候，佢會打一打呢個鼓，以示呢個歡迎嘅。背後牆壁上邊亦都掛有一個拉麵嘅燈飾。仲有兩邊牆壁掛有啲日式嘅燈籠。另外呢，有一個特別嘅位置，就可以俾我哋食客呢就貼呢個嘅 memo 紙。喺彼此之前，我哋呢就可以寫低我哋嘅意見，或者可以畫啲公仔記錄翻我哋今次食嘢嘅 moment， 然後貼上去，開心 share， 都幾得意嘅。打開 menu， 首先呢就見到佢哋介紹呢個創辦人 Terry Lee， 然後裏邊就有唔同嘅拉麵俾我哋選擇，豚肉、雞肉、素菜或者海鮮嘅拉麵都有提供。拉麵嘅價錢就大概由13.9磅至到去16磅，另設加一收費。另外亦都唔少得一啲日本嘅小食，餃子、天婦羅、麵豉湯等等，當然仲有壽司添。而我哋今次主要咧就試食呢個拉麵，唔知係咪預計客人呢有好多都係嚟自亞洲地區，所以裏邊嘅店員有部分呢係可以講到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嘅。萬一有咩查詢嘅話，都可以用最親切嘅語言同我哋溝通。我哋今次就叫咗5款唔同口味嘅拉麵。食完之後都幾滿足，因為拉麵嘅份量都幾足夠。我哋覺得佢嘅麵底非常之好，麵條彈牙，食落就唔似一般可以喺街上面買到嘅嗰種拉麵底。交足功課，亦都對得住呢個價錢。湯底就非常之濃郁，但係又唔會好重味精。食完麵飲幾啖湯都會覺得確喉。不過入邊餸嘅份量呢，就稍為少啲。喺呢5款拉麵裏邊，黑蒜豚肉拉麵嘅味道就最好味啦。佢蒜蓉味道非常之出，淨
整體調味出嚟非常之惹味。其實其他味道呢都係非常之唔錯嘅。我覺得佢啲地獄拉麵呢就稍微真係辣咗少少。由於我哋邊食邊傾偈，一唔小心就食啲辣嘢刺激到喉嚨，又咳又流鼻水，相當搞笑。不過都係食得好開心嘅。整體嚟講，我哋覺得佢嘅服務、味道同埋環境都帶嚟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餐飲體驗。價錢可能喺 Nottingham 嚟講係會稍微貴咗少少。不過有時如果想食一啲比較正宗嘅日本嘢，味道好、質素高，間唔中呢同朋友嚟都絕對係值得嘅。唔知有冇 Nottingham 嘅朋友試食咗？試完之後有咩 comments 呢？不妨留言話俾我聽。今集就分享住咁多先，下集我哋再見，拜拜。